家宏福苑8座大廈裏邊咧，有1座係冇被火警波及嘅，而另外4座咧，大致嘅火勢咧，我哋已經救熄㗎啦。另外，其餘3座咧，我哋嘅火勢咧已經有效咁控制咗。我哋而家分唔同嘅行動專隊同埋小隊進行我哋嘅滅火救援嘅行動部署。喺外圍方面，我哋利用8架鋼梯旋轉車去做2個目的：一、防止火勢進一步蔓延；第二，將外圍嘅高度熱力咧減低。至於喺低空方面咧，我哋利用咗4架無人機咧去進行熱力嘅監察，同埋定時嘅監察，睇下邊度會有死灰復燃嘅現象。內裏方面咧，我哋動用緊11條滅火喉，另外就仲有派出咗26隊嘅搜救隊去進行內部嘅滅火同埋救援工作。我哋喺呢次咧，由肇事開始到而家咧，總共出動咗304架次嘅消防同埋救援車輛，總共出動咗超過1250多名嘅消防人員去參與呢次嘅滅火救援行動。我哋當中咧收到總共有341個嘅求助個案，我哋已經成功處理咗279個個案。換句説話嚟講，4座大廈裏邊嘅火警，我哋大致救熄裏邊咧已經沒有求助個案㗎啦，我哋全部都處理咗。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喺今早11點鐘左右嘅時候咧，我哋喺安泰閣31樓裏邊咧成功救出一名男性長者。我哋嘅搜疏隊即時將佢帶去一個安全嘅地方，喺32樓上面嘅天台。另外，我哋針對性嘅部署，將呢個男性長者咧帶上被救者呼吸器。大家都理解喺安泰樓裏邊樓梯都係濃煙密佈嘅時候，我哋已經可以將嗰個男性嘅長者咧成功由天台救援落到地下。咁佢進一步咧，我哋係將佢送院去觀察同埋治理嘅。咁喺行動方面，另一方面，其實而家由一開始到而家，我哋都面對緊唔同嘅挑戰同埋困難，當中包括我哋樓大家都會睇到啦，涉事嘅7座樓外牆嘅面積相當大，亦都有不同嘅竹棚或者有一啲帆布去包裹住。而呢啲帆布同埋竹火會令到火勢嘅蔓延非常迅速，導致我哋嘅消防人員咧喺處理咁大嘅面積底下咧係有一定嘅難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有大量嘅傷者求助個案，我哋要去分批去處理。咁我哋嘅同事除咗喺我哋嘅指揮車上邊，喺我哋嘅總務裏邊咧，亦都設立咗一個與求助個案者去聯絡嘅機制。至於棚架方面咧，我哋到場嘅同事咧，同埋深入去做滅火救援嘅同事，亦都發覺咧，棚架燒咗之後咧，係不斷時間係會有倒塌嘅危險，亦都發生過倒塌嘅情況。所以我哋同事入去嘅時候咧，係喺個風險評估咧要額外小心。因為棚架冧落嚟咧係相當危險嘅。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喺火場裏邊，我哋都發覺火場嘅溫度咧係極高嘅。咁我哋同事之前我哋有同事都講解過，我哋喺滅火救援嘅部署戰術嘅運用咧，係一層一層咁推進上去。而家剩翻嘅樓宇裏邊咧，我哋推進係順利嘅。咁儘管火場裏邊嘅高溫，但係我哋要一層一層去破門入去，再推進上去咧，亦都有一定嘅難度。最後一方面咧，就係樓宇面積裏邊咧，都係相當唔算太大嘅。我哋已經係計算過喺面積裏邊咁咧，已經係放咗若干數量嘅消防人員進行滅火救援工作㗎啦。
比方說一座大廈一個樓層，我哋講緊係用緊8隊車更、9隊車更，甚至乎更多嘅手疏隊落去做。所以換句説話嚟講，更多嘅消防人員擺落去咧，基本上咧個效能我哋都會不時檢討嘅。咁至於喺傷者處理方面咧，我交俾我身邊嘅同事同大家進一步交代。傳媒朋友大家好，喺今次嘅事件裏面，我哋消防處共調派98輛救護車前往協助救援，當中我哋處理咗123名傷者，有51名傷者於現場證實死亡，而其餘72名傷者，我哋亦都將佢送往醫院繼續接受治療。是次行動中，消防處有8位消防人員受傷，佢哋全部情況而家係穩定嘅。好不幸，我哋有一名消防同事於救援期間英勇殉職。由於事件涉及大量傷者，消防處已經聯絡醫院管理局，啟動臨時機制，將所有病人送往全香港嘅各區醫院繼續進行治理。多謝各位。